好，歡迎返嚟每日少少禪。今集會講一個關於人際關係嘅禪語，淡交。想知點樣同人相處更加輕鬆？一齊聽落去。淡交常見於道家同禪宗，講緊追求簡樸自然嘅生活態度。例如莊子嘅《山木篇》有提到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呢一句表達嘅係君子之間嘅友誼如水一般清淡純粹，冇過多嘅利益牽扯，但係能夠長久持續。淡交意思係同人交往要真誠清淡，唔帶功利同執着，唔係要你冷漠，而係用簡單嘅心同人聯繫，唔計較得失。日常生活例如職場入面，人際關係有時好複雜。試諗下，你同同事食飯，總係諗住點樣俾好印象人哋，或者點樣喺公司裏邊揾到更多嘅機會。呢一餐飯入面，你哋有冇認真真心咁交流過？淡交教你放低呢啲計算，單純同同事分享工作趣事，或者傾下興趣，關係會更加自然，更加輕鬆。又例如，我哋每日都會接觸到社交媒體，你可以留意到朋友、同事，甚至另一半嘅社交動向。你會唔會過度關注其他人嘅動向？點解朋友 A 同朋友 B 去食飯冇叫我？點解男朋友同其他朋友玩得咁開心？下次我一定要問下佢哋點解。有時過度關注其他人，反而會影響自己嘅情緒，或者忘記咗自己實質應該做嘅事。無論係朋友關係或者親密關係入面，保持不過度干涉嘅距離，先係長久嘅相處之道。日常生活可以點實現淡交？有幾個簡單嘅方法。真誠分享，同人交流嘅時候唔使諗太多嘅目的，單純分享真心嘅想法同感受。放低期望，唔好期望每次交流都會有回報，享受當下嘅對話同聯繫。簡單聆聽，無論係朋友、同事定陌生人，試下用心聆聽，唔急住回應或者爭辯。保持距離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，唔好做過多嘅干涉或者批評，專注返自己嘅生活，你嘅心情會更加輕鬆。同人相處，試下單純享受相處嘅過程，你會覺得同人嘅關係會更加舒服。淡交教我哋用簡單嘅心同人聯繫，強調冇功利心，真誠嘅互動。留言話我哋知你點樣用淡交嚟同人相處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 subscribe 支持每日少少禪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